大家最近一定聽過李永浩同李永漢嘅新聞。呢對孖生兄弟曾經係娛樂圈出名、感情好嘅兄弟檔。由細個開始，兩個人已經一齊拍戲、一齊成長，甚至連人生好多重要時刻都係彼此陪伴住對方度過。作為著名藝人施明同頂約李家鼎嘅兒子，兩兄弟自小就備受關注。當年佢哋曾經參演唔少劇集，因為外形相似，加上默契十足，一直俾人覺得感情好到分唔開。後來長大之後，兩兄弟雖然各有發展，但關係依然非常密切。除咗一齊出席活動之外，仲曾經合作做生意，開設拉麵店。當時唔少人都話佢哋唔單止係兄弟，更加似最好嘅拍檔。但人生往往最難預料，近幾年李家嘅家庭關係開始出現變化，尤其係媽媽施明晚年期間，家人之間嘅相處問題慢慢浮上水面。之後李永豪接受訪問時曾經透露，自己有一段時間無法探望媽媽，而呢件事亦令佢感到非常難受。隨住事件曝光，外界開始關注兩兄弟之間究竟發生咗乜事，而李永漢方面亦有唔同講法，雙方各執一詞，令整件事變得更加複雜。最令人意想不到嘅係，昔日形影不離嘅兩兄弟關係竟然惡化到幾乎冇聯絡。有傳媒形容兩兄弟已經由最親嘅家人變成最熟悉嘅陌生人。每次翻睇以前嘅照片，都令人特別感慨。無論係一家人出席活動，定係兩兄弟共同創業嘅畫面，大家都笑得非常開心。嗰陣時應該冇人會想到有一日會走到今日呢一步。而媽媽施明生前其實一直都好疼兩個仔，好多網民都覺得作為母親最唔想見到嘅，可能就係自己兩個兒子反目。可惜世事往往未必能夠如人所願。當施明離世之後，兩兄弟之間嘅恩怨再次成為焦點。有支持李永豪嘅網民認為，佢失去咗同媽媽相處嘅寶貴時間，內心一定留下好大遺憾。但亦有人認為，每件事都有唔同角度，外界未必知道全部真相，所以到而家為止，事件仍然充滿爭議。不過有一樣嘢，相信大部分人都認同，就係親情一旦出現裂痕，往往比任何事情都更令人心痛。因為朋友冇咗可以再識過，生意失敗可以重新開始，但血濃於水嘅親情一旦失去，未必有機會重新來過。而家頂約李家鼎年事已高，身體狀況亦曾經受到外界關注。唔少網民都希望，無論過去發生過咩事都好，兩兄弟最終能夠放低恩怨，重新坐低傾一次。畢竟佢哋唔單止係兄弟，更加係一齊成長超過半個世紀嘅親人。至於未來有冇機會冰釋前嫌，相信只有時間先可以俾出答案。如果有一日大家再見到兩兄弟同框合照，相信一定會令好多關心佢哋嘅人感到欣慰。你又點睇李永豪同李永漢呢段兄弟情？你認為親情重要，定係原則更加重要？歡迎喺留言區分享你嘅睇法。